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：老人毋讲古，少年毋捌宝。意思是讲，老大人的人生经验比少年人较多。若老大人无去分享家己人生的故事，少年的就无法度得到因宝贵的经验。摕台语这件代志来讲好啊，处理的时段，若是无愿意开喙，甲是细讲台语，真侪事类会愈来愈少人知影，刷落来就会渐渐失传。最近讲台语是一种趋势，嘛愈来愈时行，真侪少年家嘛在兴学写台文。现出时，你甲我需要好好甲先进学习，因为咱总是会变做老大人。母语就是安尼，才会当继续传承落去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